来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出球要甲人选总统，伫顺德举办地方座谈会时阵讲，真侪中国的军机来射台湾，拢是因为民进党的关系。郭台铭讲，伊若当选总统，中国的军机就袂阁来扰乱台湾咯。这番的谈话是引起着正大的议论，赞成的讲尊重郭台铭的讲法。无赞成的讲，郭台铭伤过天真咯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替2024做准备，22号暗时呀，全台湾港请教指导的头一站，就讲要解决政府上海剃头的各项问题。只要国民党甚至我来当选的，我认为这个军机就不会来了，因为我不独，你不武，我只要不独立，你就不要武。我们就是中华民国。中的军机一直飞过海峡中线，咱台湾的阿兵哥根本记载袂掉。郭党讲有法度，敢有可能？国民党是投降派，你所选择的方式其实就是去屈从于北京的需求。那这样子的换来的共机不扰台，我们认为不要也罢。郭董的讲法，我们尊重，谢谢他这么有信心。国民党立委私酿8000金的态度，恐惊嘛甲党内共主就会出现有关系。立委嘛开始选边站。郭董事长在中南部的这个基层支持的这个声量是非常高的。黄埔林嘛哈，然后候选人呐，我们立委的候选人，还有昨天拜访的陈奕迅候选人，我想接着应该还会有陆续会拜访相关的这个立委参选人哈，或是现任的这个立委哈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态支持郭台铭，郭党的阵营嘛成为中南部开始甲人盘化，这嘛反映在最近的民调，郭党的侯友宜两人确实有机会对战，那含大清着33.4%对手，侯友宜会当摕到29.7%，郭台铭参选26%。普普显示侯友宜和郭台铭面对小上对手时，两边支持度仅差5.4个百分点，虽提名时间牵长，恐惊会阁再有变数。确定就是我们的共识，要征召最强母鸡，而且不只是一只母鸡，我们希望是能够最强的团队。国民党希望党中央赶紧做决定，就惊支持郭台铭，支持侯友宜，各占线尾流，互基层唔知要听谁才好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